在《血招哈刀行》当中，徐凤年是真武大帝的转世，因为命格所克，导致身边的人命运十分坎坷，或多或少都被他所影响。那么徐家众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第一个，吴素，首先就是徐凤年的母亲吴素了。作为吴家剑种的剑冠，江湖上有名的女子剑仙，吴素本来是可以成为比肩李淳罡和王仙芝的宗师级人物，但她却爱上了一个二品武夫境界的徐骁。为了徐骁跟吴家剑种反目，此后便一直跟在徐骁身边。在京城白衣案的时候，当时怀着徐凤年的吴素，为了保住腹中的胎儿，强行进入了陆地神仙境界。面对京城众多高手的围攻，杀出了一条血路，不过也就此落下了病根。在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徐龙象后，不久便去世了。不知情的人或许会认为这是徐龙象拖垮了吴素的身体，但只有徐凤年知道，如果当年吴素不是为了保全他，也不会落下病根，这么早就去世。第二个，徐骁，作为横扫六国、帮助黎阳王朝统一的北凉王，徐骁征战了一生。年轻时期靠着不要命的狠劲儿，带着600铁骑冲锋陷阵，打最狠最难打的死仗，多次打到自己成了光杆司令，最终靠着不怕死的狠劲儿拼出了自己的徐家军，带着这支军队打下了赫赫威名，被当时的黎阳老皇帝赵纯看中，视他为兄弟。而徐骁也没有辜负老皇帝的器重，带着徐家铁骑在战场上横扫六国，灭掉了当时中原正统的大楚，一举奠定了黎阳统一中原的趋势。而徐骁也在战争结束后被封为北凉王，坐镇北凉和北莽对峙。徐骁的结局还不错，老了之后的他因为年轻时受伤太多，生病死在了卧榻之上。不过临终之前将北凉顺利交给了徐凤年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遗憾了。徐凤年因为是真武大帝转世，所以身边的人都被他的命格所克，一生坎坷。那么他的亲人结局怎么样呢？第三个，徐芷虎。徐芷虎是徐凤年的大姐，除此之外，她还是吕祖最爱的红衣转世。徐芷虎曾经上武当山烧香的时候，对放牛的洪喜相说让他娶了她，但是当时的洪喜相脸红的说不出话。自那以后，徐芷虎便远嫁到江南里，嫁过去不久后，丈夫便暴毙而亡。徐芷虎也被外人说成是克夫，在江南的日子过得很苦，而且当时的他已经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在袁庭山去刺杀他的时候，身为吕祖转世的洪喜相感应到了，于是一步进入陆地神仙境界，骑着黄鹤下江南，救下了徐芷虎。之后便带着他到处游历，在他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，洪喜相自愿冰解，送徐芷虎飞升进入了仙界。而洪喜相的转世在后面也被李玉甫给送进了仙界，兜兜转转数百年的两人终于是圆满了。第四个，徐渭雄。作为徐凤年的二姐，其实徐渭雄并不是徐骁和吴素的亲生女儿，她是当年大楚的兵圣叶白魁的女儿。在叶白魁身亡后，便被徐骁带进了北凉王府，被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养大。徐骁和徐凤年这对父子天不怕地不怕，唯独最怕徐渭雄。徐渭雄文武兼备，是闻名天下的才女。除了是徐凤年的二姐之外，她还是死士之一，原本注定是要为徐凤年而死的。但是在拦截陈之豹的时候，被陈之豹给打断了双腿，自此成了残废。陈之豹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，毕竟以他的性子，这次没有死在他的手里，以后还会死在别人的手里。变成残废后，他就能留下性命了。自此以后，徐渭雄就成了徐凤年的军师，在梧桐院当中替他处理军机要务。徐凤年作为真武大帝的转世，导致身边的人命运十分坎坷，或多或少都被他所影响。那么徐家众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？第五个，徐龙象。徐龙象是徐凤年的弟弟，也是被他的命格所克的最深的一位。他是真武大帝座下的玄龟转世，出生之时就是金刚境，力大无穷，注定是徐凤年的得力帮手。但是因为被命格所克，加上生而金刚被天地所不容，所以生而痴傻，是个心智不全的黄蛮儿。不过他遇到了一个好师傅，在被天师赵熙团传授了大梦春秋后，徐龙象的心智逐渐正常。在徐凤年和赵熙团开天眼的帮助下，度过了天劫后，徐凤年克服了此生最大的劫，就此开窍，成为了北凉军中的杀神。第六个，徐凤年。作为徐骁的嫡长子，未来的北凉王，徐凤年是真武大帝转世，注定了此生的不平凡。虽然一开始是纨绔子弟的形象，但其实一切都是他装出来的。自从徐骁去世后，徐凤年便接过了
北凉的重担，成为了新的北凉王，带领北凉30万铁骑和北莽大战，以30万铁骑战胜了北莽的100万大军，守护住了中原的太平。30万铁骑尽数战死，徐凤年也放弃了北凉王的位置，带着家人们隐居去了。可惜新皇帝一直都想要除掉他，作为真武大帝的转世，生来就是应节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最后，你觉得徐凤年为什么不想做皇帝呢？可以在留言板讨论。最后走之前，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！